今年冬天拢生产的芭乐，伫台南主要是南西、玉井甲山上等山区栽种，已经是全台湾第2大产区。为何大家拢来交关？山上农会提前伫永康举办山上芭乐节的宣传造势，用青龙市集的方式吸引民众注目。会中市长吴依婷、立委陈廷辉等民代贵宾拢到场相听，并且用干杯吧仪式欢迎大家拢做回来品尝。健康干杯吧！来，大家可以来喝一下，品尝一下。我们台南的芭乐是不会干、不会涩，但是非常鲜嫩多汁，而且又有口感，都非常好。所以10月5号，欢迎大家来到山上芭乐节，一定要来尝尝我们最厉害的山上芭乐，不管是做果汁，或是切生鲜的切，或是做加工品，其实都非常好的。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山上芭乐节等你哦。卖打卖涩的芭乐都要有水果王叶，嘛是相当受欢迎的国民水果。会中农会嘛特别做成冰沙，免费提供给民众品尝好食和健康的滋味。现场摆家乐乐堂，希望10月5号大家搁做回来山上参加芭乐产业文化活动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